一颗几块？那一颗这样就够了吗？那是20块。今天我还要沾糖醋酱。我会吃薯条吧？这样就很满。我昨天就开始吃薯条啊、炸鸡，好像在梦里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。跟我经纪人说：“哎，我得奖了，真的得奖，哎，真的拿奖了。”就一直重复的讲，一直重复问。对啊。先靠这台。谢谢。好，左边最后啊，好，谢谢。3、2、1，好，我们请我们的。因为平常都是12点之前，我就会赶快让自己睡着，因为小孩隔天就会很早起来啊。然后，所以我现在有一点想要睡觉，我都觉得我现在好像在梦里，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。我觉得那个真的要等到自己一个人，我才可以慢慢消化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就现在好像觉得还在工作里面，然后我就是刚刚稍微在里面吃一点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是跟我经纪人说：“哎，我得奖了，真的得奖，哎，真的拿奖了。”就一直重复的讲，一直重复问。对啊，其实开场的压力那是我最紧张的时候，对，应该是我心跳最快的时候。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典礼的。因为是有先一个表演的开始，然后才换成我要走出去和大家说话这样子。那个时候就很紧张。那你这次主持，就是大家都蛮好评的，说你 hold 住这个场，真的假的？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表现会打几？70，我觉得金曲团队他们是100分，但是我觉得。就是整个典礼结束，然后我其实每一段出去讲话，我回来我自己都觉得，我刚刚漏讲什么了？我刚刚应该就是我觉得我反应没有办法像我在主持电台一样，没办法那么快，所以我就会觉得，我就会自己知道我刚刚哪边应该，就是马上一回来我就知道我哪边可以再好一点这样子。我觉得我有一些东西还没办法，来不及反应。但是因为我去年当过评审之后，其实对于得不得奖这件事情，其实看得很开，对。然后我一直很想要拿奖，是因为我想为了我的制作团队跟工作团队，然后还有我的歌迷，我觉得我很想要拿给他们看，想要谢谢他们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他们，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我这样。对，我就没有吃薯条了。对，就是要少吃淀粉几天，为了今天。对，我不知道我上次到底有没有得到这笔奖金。对，还没有想到，但是我很久没有换电脑了，所以或许，电脑很重要。对，或许一台新的电脑。